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国民党这届选总统选无调，有人叫党主席朱立伦都要请辞负责。也那民众党这边区域立委是两种输气，显示基层的实力无够。蔡壁如嘛讲，党内爱检讨。另外，热清着成功和民进党继续执政，不过国会无过半，或者讲安尼恐惊会阻碍施政，而且嘛呼吁都要检讨民进党的少年选票是安怎会流失。大选结束，国民党总统选书，暗过区域立委成绩袂歹，国中会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，暗过哪有检讨的声音？前国民党发言人萧敬言开第一枪，点名党主席朱立伦应该负起政治责任请辞。除了主将要检讨之外，总教练本来就应该要负责。那请问为什么这一次朱立伦不用下台负责？朱立伦发表声明，为韩无政党论题，暗过无讲个人是不是请辞。你会跟绿营合作还是蓝营合作？在立院的部分。等一下开会再讲。败选期间，就随找党内部分区立委开会，研究未来国会策略。不过，郭文铁总统票超过300万，区域立委总数凸显基层实力无好。落选的蔡壁如要伫台中继续拼，嘛讲党内一定都要检讨。应该大家会静下心来，经过也给一点时间，那党内会开始收集一些意见，那作为下次改进的一个方针。民进党热清着延续劣势执政，突破8年任期的旧惨。韩国总统得票率40%，国会嘛无超过一半。学者分析，像少数政府恐惊会冲击施政效能，民进党嘛应该检讨是安怎会流失青年选票。很明显的，这次民进党可能流失一半的一个连续选票到柯文哲那边去了。我想民进党必须要好好去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检讨。学者认为，民众党开创生存空间，除了利用国会关键少数真好运作，地方组织实力爱加强，才有机会突破困境，避免党的消失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